前面就在想要给他一个惊喜，因为呢，其实他很希望我们两个都能够学会客家话这样子。所以其实我有写了一封信，然后也有请客家台的老师一个一个的帮我录音下来，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把它用我自己看得懂的方式写上去，然后可以念给大家听。挑战。可是有影印机了，你用手写信吧。我怕我自己写完我看不懂。就是我觉得用客家话来收尾整段旅程还蛮有意义的。原本是完全的零，然后到现在大致上也可以听得懂一些，蛮开心跟他录这个节目。我只觉得他们是很爱爸爸妈妈的，只是说我们过去的相处不是每天在一起，并不是在一个完整的家庭生活，所以他们就一直不太能够说出口。知道大家是互相爱着对方，也关心着对方，但是都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。这也就是我们慢慢学习懂的时候，就女儿我爱你，我抱你，安安我很相信你，拥抱你，给你力量。这是我过去这么多年来没有做到的事情，但是我在回来旅行的这一次，我做的蛮多的。